高雄这阵啊，雨水是较高，环保局的人员去巡查发现讲，这猎网桶啊出现水汽的比例嘛变较高啊。虽保目前是无本土个案，不过这高雄也派出着这天狗这个防治队，若总有生水汽就会投药啊。另外，卫生局今年也有提供奖金。入境的民众若准有发烧，主动通报了后，就500块的礼券；要若感染着天狗节，通报了后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 队员将自迄罐油灯摄影机的镜头，就探去年前，透过平板电脑看顶罐是毋是有积水，敢有生水汽。因为这阵啊高雄地区的雨水有较高，天气黏咪寒黏咪热，天狗节防治队拢会去各地巡查采样，结果发现这阵啊猎网桶内底出现白线灰卡网甲埃及灰卡网的比例真悬。民众嘛表示，这阵啊确实有感觉网变多。预防网就尽量甲伊无水，尽量去内底较大咧啊，去尽量较无水咧，就袂网啊。扫较清气咧。扫较清气咧啊。这阵啊网啊有变济啊。 这阵啊有哦，这2天啊寒人嘛，搁加减有网啊哦。环保局强调，高雄市为着要防止天狗节大流行，除了针对机场等地区对入境有发烧的人进行快筛采检以外，特别成立的天狗节防治队也会伫各区各里放猎网桶，也是运用科技来监测当地网桶密度，甲天狗节对境外传染源头甲传染的媒介拢彻底掌握。今年于15区244个里布设诱杀头。 每周监测各里密度作为防疫重点参考，户外资生源巡检3889里次，清除积水容器29万余个，告发222件。夏日将至，提醒民众加强巡道清刷。环保局表示，队员巡查若是发现有生水汽，除了采样以外，也马上放药落去头汤，防治效率真好。另外，卫生局今年嘛有提供奖金，入境的民众若是有发烧，主动通报就有500块的礼券，确定染到天狗节，阁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记者柯家族邱昭雄高雄采访报道。